我哋今日嘅大會司儀鄭伊琪小姐。各位嘉賓，開咗咪未啊？有咯，有聲啦！各位嘉賓，各位愛好粵曲嘅知音人，大家好！聽下啲掌聲先，多謝嚇！好歡迎嚟臨肇慶市粵劇演藝中心，欣賞由上林星韻研習社主辦嘅上林星韻耀端城粵曲演唱會。嗱，我今日好開心，咪有啲興奮添啊！因為第一次咧踏上呢個舞台。但係我相信咧，易淑堅老師比我更加高興，因為佢今日咧帶同一班學生同埋有學生嘅朋友啦，同埋特別邀請咗2位導師級嘅嘉賓咧嚟到佢家鄉肇慶演出嘅。易淑堅老師咧係星康國家1級演員梁玉榮小姐嘅首徒，而家已經係3喉嘅唱家啦。佢咧每一年咧帶同一班學生啦，中港澳地區咧輪流演出啊。今日咧就喺佢嘅家鄉肇慶啦。我哋今日大會安排咗8首嘅曲目送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有個開心愉快嘅星期日下午啊！我就知道咧，在座有不少咧就嚟自肇慶嘅同鄉，更加係有一班咧嚟自香港支持我哋嘅朋友，衷心多謝你哋！好啦，大會更加安排全球同步直播咧，網上咧可以同步欣賞我哋今日嘅節目。我同網上嘅朋友講聲大家好啊，網上嘅朋友嚇，我相信好多人都睇緊我噶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介紹今日第一首曲目就係《劫後苗容蘇翁讚曲》。嗱，呢個首歌曲咧就係改自北宋滅咗後蜀之後嘅故事。後蜀君主孟昶亡國之後，出家為僧，而佢花蕊夫人咧就被趙匡胤咧立為妃子喎。呢幾年來，你不斷去尋找後孟昶嘅蹤跡，終於3年之後咧，終於揾到君主原來喺寺廟度出家。佢2人重逢，會有啲咩故事呢？好啦，我哋好高興請到我今日非常重要嘅人物，就係易淑堅老師用子喉演繹花蕊夫人，佢嘅學生黃敬之先生咧係演繹孟昶嘅，用熱烈嘅掌聲請出2位。33載頭，往日繁華仿如夢，已逝久如煙，因而歸烏有。識參碼頭，空參碼頭。任馬球，抱到似紅花輕舟。哎呀呀，遠轉歌聲已半流。如煙如霧話籌謀，是我發鼻心口，往事纏綿記不休。
莫記可人花蕊多嬌又不令心弦失，所以念飄浮念句阿哩呀陀，阿哩呀陀，禪君那在提手緊閉禪房，念經和念咒。
迎，何不待哀家轉過偏殿一看啊？哦，主上，原來真係你，阿彌陀佛。萬般劫後情，今宵早已韞忘，有恨也一不拗。他生未卜，此生馬有。白髮禪機初參碼頭，情根如大恨，愛面反成仇，世俗紅塵，匆匆走，菩提現時難，道可知苦可。到盡了頭，無再念以前歲月也逃，野俗世憂，未待你空所就。
又像當初往日愛，再報記心頭。你無謀為自救，只好抱怨強忍受，含淚大悲抱給結歡愁，新歡怎可勝過舊？憶心間一點往日愛，有淚怎生受？你為這事勾手，又將記斷往日也情，帶恨舊轉愁。君因心似感覺碧玉流，願能相依守，起了刀肉，知未報君心口。今宵相會閃光，此心已拋世俗情共愛，將管飲法力溝。人還存俗世，禪機冷靜求。禪君人隔世，何苦情妄生自囚？出家之人修得無色無常啊！何因屬國一君娘王？今日爭於殘者舊，孤寂生涯何堪生受？色空能怎破？當知人生是浮游四大皆空，浮生是夢。是非念舊情，為你描容相思手。哎呀，娘娘，千萬不可啊！只怕描容嬌口實，可憐雲山是風流妾妃為了畫下真容，懸掛心宮焚香禮拜。玉雲送帝問起，只怕你有口難辯。妾妃為說是宋字張先，信帝定然相信。出家之人不打妄言，阿彌陀佛。望之樂得奮起秋風，何必以張先之名垂世後古字方良，並無工筆畫字，娘娘不寫也罷。我就以上元不壓，為屬主你描容便是。
人不記劫後情，滄桑影還有痕，有人是冤是情，似夢是怨是劫是緣，縱是彩不生花也難畫，般墨惡配用顏流。只怕一支秃筆，難寫千絲萬縷啊！有墨顯示心光彩相，合手宣人潮世，風采冷漠難如舊。仍笑，再不是以前模樣。人既蟬林負清秀，披上僧衣袈裟不理，俗世庸事盡醜。你人既蟬林負清秀，披上僧衣袈裟消瘦形象，妾心血淚在流。收影寒牙，妾心如蓮，教妾非如何能畫？我何不以當年盛況，換回帝主七塵之上？這倒是一個好主意。主上，你記否當年蜀宮之中？係啊，仍是無腰肉節憶當年美不勝愁。當日笑語詞章，醉談風月，錦江水碧蜀山青，何等逍遙快樂嘅主上！摩宮中，常得花蕊相伴，此生依願足矣咯。一片萬母歌聲醉紅樓，一對玉燕雙飛醉紅樓。歌舞忘憂，燈花易走，花人願長醉永歡笑直到一生相對手。哎呀，往事易了，何堪回首？想我數載清修，如何能夠再墮塵俗世，情情愛愛，隱隱現現色，香味覺，讓大慣善心似韻味奏。蝶怨蝶恨，花收雲地神州。善關閉善關，已了塵緣，不會再回頭。心花不行，半勾或半勾，玉帶春鋪，似露似葦，雲影閃燭，龍虎將聲勢氣勢人遊，願送之傳人後。哎呀，紅丹青，還會
有太飘風飛柳，咪寒手應信十籌，何故不孭下隻子隨先後？佢將先身後有赤子相隨。又何苦身受憂恨，用心頭一別兩茫。獨在不生變，解難救對神靈遊。問怎知分將你望走？你不幸，貧僧告退呀！盡屬過江山，血淚